做工作嘛，你着爱保庇你的子孙啊，志我甲明珠，主去会当平平安安。你原来保庇明珠啊，早一日有心，替咱强甲团香路远。啥呀？阿娘，秋啊，你若唔紧走，我拄倒创啥啦？我看你。哎呀，你若无走，我才袂放心咧。紧嘞，秋啊，阿明珠咧。我好美丽医生馆内底。你来紧走，哈！你若唔走吼，我就无承认你是我的后生啊。阿娘，我。但你是安怎啦？那遐唔听话。我是来请新主牌啊。对啦，你有想到这点钟吼？哎，阿春啊，去挂绳拿来。是，小姐。叫家的祖先，这么志愿，要请你去真远的所在，暂时住一下，你都爱保庇因，一路上会当平安。紧去啊！阿娘，哎呦，查某囝做代志，唔通安尼拖拖刷刷，赶紧的！阿娘，这个不能说你咧。带明珠走路远路哦。太该啊咯！你这敬畏对大队是一个大笨蛋，嗨，哼！竟然在我就这警察，可能我这聊天顶来地路警察听，真死人！连人都拢总无掠着，我这个命是要替你对抗，我对长官是要做交代。我实在是做歹，我就这个头一天就来办。我你无可能，我要甲你记起大哥。嗨，爷哥，我喊你杀人，爱从另外的聊天顶甲掠转来，无我讲你的钱。嗨，爷哥。过来见我的查某囝，伊叫沙吉哥。沙吉哥小姐，你好。反复落去，以后若是看到伊，就等于看到我同款来尊重伊，你知影无？嗨！沙吉听到。你们，嗨，莎莎记得，哎呦，兄妹啊！是啥物咧兄妹？伊是我的客查某囝，叫沙吉克。哦，沙吉克，沙吉克小姐，你好，沙吉克小姐，你实在有水呢，水敢若仙女咧。不过沙吉听到，沙吉克小姐一日看伊的风度，看伊的气质，都知影讲是大人物的查某囝，赞！好姐，哎，我
我放你出来是伫咧听你讲一寡霸气的话是。哎呦，无啦，我毋是讲霸气的话，我讲这拢是实在的啦。嘿嘿，啥去啥？你毋是常常伫咧叫我讲做代志都爱求事实？我拐出来了后吼，我都脱胎换骨啦呢。我完全照莎莎去听到你的教示落去做啦。脱胎换骨，哼！张阿新怀，我看你是够背好人，死袂变。那安尼真好，无正。嗨，我即马随时要你带罪入宫，你甲严啊屈志配合，将另外的聊天顶甲我掠转来。啊？哎，无正。这。你即马是还有啥物问题是？报告莎莎去餐听到，是讲到底是啥物人要听啥物人的咧？哎，谁听谁的，这拢总无重要。恁个人带队去进行，只要谁若成掠伫另外的聊天中，我就甲啥物人相关。多谢听到栽培，我一定为听到拼命。好啊好啊，无代志啊，我要带我的查某囝来参加我就职的酒会。三七哥，听。是，莎莎去啥？哎，人伊叫我莎莎去啥，应该来叫倒莎。对啦，三七哥小姐，运动爱叫倒上，倒上会晓无？我甲你教，倒上。好正。哎，你咧叫倒上，我叫真自然哦。莎莎去听到，你若愿意吼，对即马开始，我就叫你倒上。若要做我的客囝，家己本身相当嘛来两步七啦。无咯，过去若毋是爷妈骨子上哦，你甲我地骹破就吼，亲像我即个样样马，袂输别伫了将军条咧。哎，对即马开始吼，我一定展出我的本事，为倒上你效劳。莎莎去听到效劳啦。倒上。莎七哥小姐，叫倒上得应较大声，较有感情，安尼倒上。倒上。真好真好，行，咱来去。倒上，顺行。我未来的倒上。没错，学校把我放在电管的杯啊，调来遮。明仔我咧食，因为我了解你，伊放心袂下强老太太，而且你嘛无所在通去，只有这个所在你通秘，你来找死！是，我是要互你了解，我已经真了解了。即我无时间跟你讲伤多，但是你听清楚，我甲咪姑会安尼做，但是为着得到莎莎去的信任，想要找到伊的弱点。你讲得真好听，我讲的拢是实在话。莎莎去阵若无拄掉，恁强家永远无法度脱离伊的压力。在我安尼做，一定会受到真侪人的误解甲侮辱。但是莎莎去这个人，毋是简单的任务，他较过冷静，感悟过好。无安尼做，我是要安怎解决问题咧？本来是无想这件代志讲袂用听，但是今日你的冲动破坏着我的计划，计划你一定要了解，这是暂时的。一定要相信我。你讲我，甲亲像死卡，敢会出卖台湾人？我嘛冒着性命危险，甲你甲民主救出，这敢是假的事？
无啦，哦，我袂用对待上久。你给我想看卖。我真真心。麦希望你紧带民主离开这，这个所在实在真危险。千万，你永远拢是我的好兄弟。我来走。有事。我有气。我掉。刘三甲美国，这政府为台湾的牺牲，我穷志愿。要买一个查甫囝，哪会当点点买这做一软脚的？安尼，我哪会对你叫阮强家的祖先？我一定会贡献我的力量。那个刘三甲咪咕斗相共，就算讲牺牲我一条命无碍，我嘛无遗憾。三支菇就是香梅啦。拄则甲你讲，你都唔信。山谷机场六，山谷机场六。廖连兵，嗨，玫瑰，嗨，还阁有恁两个，嗨，恁四个甲我一组，3天之内一定要抓到占暝迄个廖连兵，要若无，咱做伙接法，以下天皇。嗨。恁两个是安怎回应？恁两个唔通袂记恁占暝甲讲过话，听我到底。廖天丁，你有袂记得无？报告，还佫会记？玫瑰，你咧？报告，无叫袂记。安尼真好，今麦随跟我去抓人。杨毛鬼是啥？啊，你也伫遮啊？你是来遮要创啥？借人啦。要借人，嘿，爱经过我的同意。哎呦，歹势哦！我已经有甲我迄个未来的岛上报告过啊咧。我讲要找人来斗掠这个廖天丁啦。玫瑰啊，我未来的岛上，啊，都是杀杀去送啊！你唔通想假哦！到时你是会搁北一言赔去哦。要么搁一啥？你人伫遮上好，莫讲我无甲你尊重啦吼。来，甲你讲一声，你较袂怨啊？好啦，莫啰嗦，要钓什么人？好。咪姑诶！我用你，伊是我的人。也嘛估计啥？大家拢是天皇的人吼，你唔通头壳歹去哦。我安怎你是要做反的哦？以后我甲你讲哦，大家拢有听哦，恁大家拢有听有看的哦。你若唔听不要紧，我等下甲迄个杀杀去听你报告，到时你就赔着你啊！保证。安那？你欠的哦？你肯将这个唔食够塑料囝面骨的话，你著讲玫瑰是唔食人塑料囝，你是哪要搁治？好，我想要甲看家者，卖正人无啦？玫瑰，你得保证。
我是看成你呢。你唔通讲唔知好歹，安尼就唔好啊！来来来，对我行啊！不要紧啦，你参伊去，若有啥物委屈，做你甲我讲，我挺你到底。保证。咪姑啊，你出头天咯！嘿，嘿，你是甲我行咧吼？嘿，来，跟我行，跟我行。嘿嘿嘿嘿嘿恁好注意听咧，我要伫2天内，要你啊，昨暗来闹的了天顶，无论死活，知影无？嗨，咪姑诶，你是迄个哟？嗨，咪姑诶，你甲我注意听，我若是掠无着人，我要请上。嗨，有咧。你若敢反抗我，赶快也是死路一条，知影无？张我心法，上死也唔知咧，你莫咧瞎摆。苏拉囝，你是要用忍晓？你是咧忍什么？咱的宵夜要算的哦。你姑呀！你要用忍，就会死啊！嗨，真好。你若知死，快好好听我的话，伺候我，知影无？嗨，行。做先，恁都要保庇我。奇怪，咱真是袂走心，踮遮真正真危险呢。没错啊，伫日本人统治之下，人乞甲队哦，拢共款。啊，你敢忍心看我逐工眯伫遮？没错啊，别伤久的。奇怪，是毋是你有听到什么风声？是毋是日本人伫要对我心？敢真是咧？那安尼，咱要出头天啊啦！咱要出头天啊啦！是啊，咱台湾人早会出头天。我带钱啊！奇怪，你要出去哦？我对你来啦。免啦，免做。我头个顶去买一个药啊，连伊转来，你先等我。买药啊？啊，这是医生管的，头顶毋是做侪药啊？免做，药已经无啊。我真紧转来。奇怪，先煞替我买一罐胭脂水粉转来好无？我白给早来啊。民主，这新主牌啊，你早唔能上用，知无？我知影啦。奇怪，你较细腻的哦，莫叫人发现呢。
强家的总顾总妈，拜托你，你一定要保庇阮平安无代志，嘛要保庇阮志远早日出走天。报告，内面找无强制员人啊无？廖三，你看强志远，敢会搁比咧伊医生馆的密室内底？我想，强制员应该袂遐尼戆得着。甘安呢？人咧讲，上危险的所在，就是上安全的所在。行，咱来看卖。快！这个门捌开过啊！头前门的封条好好，证明伊拢为后面门出入。也莫开吵！内面，我即个所走就用啊。廖三，你应该袂搁偷放伊走啊！吼，我讲过啊，对无第一摆。好，我相信你袂骗我。系，行，嗨。看卖啊，快快走！里面看卖。要听是，过来。崔姐啊，你去后面看卖。你看一下。王总，无人。我这边遮无，你也有无？这摆若搁烧烧，强制员人仔某一定走无偌久。呀，赶紧出来报告杨马科市长。嗨，行。报告。安怎？人无伫咧内底？有。啊人咧？我想应该是走无偌久。这肉通搁烧烧。行。行。老板，问你话，你不要讲先。叫啥名？阿辉啊。哎呦，哦，对，你叫啥名？老林，老林，你啥名？赵总。来，出来，你在啥物件？出来。来，就他来不来了？你姑呀，别冲啊！你走，你走！你能看我看着，我就无帮你耍。是啊，你姑啊，喂，什么代志？啊，就一个客车咧，甲我分钱啦。哼，真正唔捌字。哦，客家。来，那边看卖。嗨。起来！三节课，多少？今仔这款酒会场面，你过去捌参加过无。今仔日我带你来这，是要你见一个世面，也通我来培养你的风度，你知无？多谢多少？要不咱转来去。嘿。行。
来，我强医生哦。等，我上指挥哦，真正无坏。走，来。走。哎，多谢大兄。哎，好。过后再好。係。掛住講住啊。你哋嘅。係，呢個。係。跟住，來，我搶佢大腳。幾多錢嘅？呢度。走。较随时，随时有状况我请。请请，李平，行。进来看卖咧！行！哎呦！总指挥，要不要过去？要不要过去？廖点点。哎呦，总指挥，哎，上！指挥，是吧？我多少拜托的啦，卖啦！啊，上！嘿，说记者，嘿，指挥，看你要走对对去。小你开没死！别开啊咯！指挥已经在咱的手头，我一定要给泡死。廖天兵，是安怎？你不忍是我的死性。咱会当利用空指挥，其他抗日分子。所有海上有骨气的台湾人，拢是抗日分子。别开啊咯！说记者，你别生气，总指挥，你死真够啊！你讲什么啦？你是遭到苦，
闹一个人亲戚。呸！哎呀呀呀！你要听不听？开呀路！哎呀呀呀！这边，你走，走，走，你他妈的给死！我的脚床哦，哎呦，他妈哭泣！嗨，那拢过是你的好看气，你还对天龙是要要交代？打啊咯！你目睭白无金，今仔这做啥甲一块丢面？我喊你24小时内，上了天顶革命鬼甲我掠倒来，也若是无，我连你就来清官。嗨，哼！天顶，我破心肝甲你斗阵，想袂到你用安尼回报我。杀这个！杀这个！杀这个！第25年前，有我过一个路，伊是大哥，伊要转来，结果伊用兵权死去，我一个，袂啦，要代志啦，顶一摆发路，只管赶快是平安倒转来，我唔安尼我袂想。无代志，只管一定无代志的啦！一定像顶个共款，平安倒转来，一定平安倒转来。做工作嘛，拜托，我比只管平安倒转来，平安倒转来。
要转来咧。感觉志远真正出代志啊！你是安怎？人无爽快啊？我规步不知啦，感觉呢，心肝头查查。老太太，你入去休困啦，这工课都阮来做就好啊。哎呦，我哪倒会掉啦？唔知影呢，是毋是有啥物代志要发生咯？对啦。小妹，三七个是安怎样？啊？伊昏去啊！应该插你房间叫。可是你，小等下，好巴桑，拄则恁后生想要刺杀我，即摆人已经死了。小杨，小杨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条田顶甲面具的，为着要保护，因即马同款受伤来走去，你拢总甲挑清楚。我这24小时内若无掠入条田顶，你就是拢总甲伊共做，我就一个一个掠起来甲伊枪杀。老太太，老太太。城门关下。大家甲我跳上去！为即么开始，全面封锁新竹城，不准有任何人出入，一直甲掠到了田顶为止。係。志哥，你无困去，你甲我讲话啊！我是民叔，你无困去，你甲我讲话啊！志哥，你真心啦！你无困去啦，志哥。志哥，你真心啦！小杨，小娘，小杨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哇！进来，来了，来了，进来了，我进来了。志文，志文，我真是不能见。我们来找志文，我找我真关键。你来去啦，老虎你，阿虎已经去找啊啦。我要跟你来找，阿虎，快紧的，赶紧互相去面床啊，赶紧的啦。志文，大家赶紧来，你来赶快。志文，你真心啊，志文，你莫过去啦，志文，你跟我讲话啊。你跟我讲话啊，志文，志文，你真心，我在你家。志文，志文，
志远，靠阮去咧，靠阮去咧。志远，靠阮去咧，靠阮去咧。志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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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志远。阿爹，谢谢奶奶。我讲话是我。阿爹，是谁给你睇的嘛？三三天上哟，还是两条丁？两条丁。志远，志远，阿爹啊！唔通讲误会，我会当记着你，拢是爱感谢你有送给你句。出来哦。好，卖过来话。对，咱这要安怎？想要安怎？该关生死啊！你都要好好休困，我出来者。对，你是要去倒啦？志远受遐尔重的伤，即摆人毋知伫倒位，我袂放心，我要出来处理。大家拢来甲所找上车，来！你家人请我嘛嘞？嗨！叶长鼎已经放人几啊摆，为着大日本帝国，我一摆一定要公事公办。